各位大漢好男兒，我身為飄搖校尉，想問你哋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問題：點解你哋要咁戇居嚟當兵啊？講笑啫，當兵就一啲都唔戇居啦，保家衛國喎，係咪？保家衛國。之但係當兵好危險㗎喎，你係咪想死啊？但當兵就好應該將生死置諸於度外啊，係咪？係。但你哋面對緊嘅係匈奴人喎，佢哋善於騎射，係騎射喎，唔知善於添啊，直頭係好勁嗰隻添啊，咁就真係九死一生啦喎，係嘛？不過你哋好彩啦，因為今次帶你哋出擊嘅係我雖然冇我舅父衛青大將軍有咁豐富嘅作戰經驗，其實唔係冇咁有經驗，係冇經驗。不過唔緊要，我相信大家只要聽從我嘅指示，接受地獄式嘅訓練，我擔保大家一定可以大獲全勝。我自從決定咗嚟緊要同我舅父衛青去出擊匈奴，我就茶飯不思，諗過不停咁諗，究竟點樣先可以令到大家成為一支最精鋭嘅部隊？於是，我諗咗10日10夜，最後終於都諗唔到。但係上天俾我認識咗張騫大人，張騫大人提示咗我要用我最擅長嘅嘢去訓練大家。冇錯。訓練大家嘅就係蹴鞠技術。相傳我哋嘅祖先軒轅皇帝係用蹴鞠去訓練士兵。我要令到大家成為一支快速騎兵機動部隊。好，全部人準備，訓練開始。騎射大髀力都係非常之重要嘅，要保持上半身嘅穩定，咁先有空出雙手射箭。騎兵係一種連人帶馬嘅高速騎兵生物，你要習慣估計對方嘅移動方向，你估到就射到，你估唔到就射唔到，你射佢唔到，就輪到你俾佢射到，咁就一啲都唔好。騎射，射箭嘅準程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哋要習慣估計對方嘅移動方向，盯實目標，例不虛發。飄搖校尉88壯士，你哋準備好未？